黃毓民議員，多謝主席。嗱，我都係想問其中一個問題，係關於即係嗰個幼稚園個免費教育嘅問題嘅。咁如果睇翻即係局長頭先嗰個書面嘅發言咧，即係優化幼稚園教育。咁優化幼稚園教育同即係15年免費教育咁有冇必然嘅關係咧？定係即係嗰個15年免費教育，即係話幼稚園免費教育嗰個就唔搞㗎啦，係嘛？我優化啫。咁樣喺你呢段文字裏邊咧，你有提到嘅係咪？起碼即係今年要揞嗰個1億6千萬啊嘛，係咪？咁要做嗰啲咁嘅嘢就係喺你呢個即係嗰個書面嘅發言裏邊有講，根據施政報告建議，2013-14年度為所有參加學前教育學券計劃嘅幼稚園發放一筆額外嘅津貼。咁 OK。咁但係之前呢嗰一段咧提到嗰個免費教育咧就係咁講嘅，我們以因應行政長官嘅競選政綱同埋施政報告嘅承諾，喺4月成立咗專責委員會研究如何切實可行地推行免費幼稚園教育。委員會就會聽取持份者對現行幼稚園教育政策的意見，找出有待改善的事宜，以及探討免費幼稚園教育的不同議題，從而向教育局提出切實可行的建議。咁目前估計會委員會2年內完成工作。嗱，我問你一個好簡單嘅問題啫。如果委員會2年之內完成咗你上面所講嘅呢啲嘢，咁係咪代表即係話2年後你就可以實施呢個免費幼稚園教育呢？局長，多謝問題。我覺得呢2年之內佢作出具體嘅建議，跟住我哋有既定嘅程序。由於我哋有主動直接業界嘅參與，所以喺嗰個時候呢，睇咗嗰個建議之後，需要嘅時間應該唔會太多。我哋都希望呢係盡快呢係能夠呢落實係一個開展嗰個時間表。嗱，主席，因為即係幼師又好，幼稚園嘅學生家長也好，佢哋嘅意見已經係好清晰嘅。OK， 上一次嗰個公聽會。局長你坐喺度聽係嘛？我哋個主席喺度主持，大家都好清楚㗎啦嘛，係咪？咁咪好啦。問題就係話你係呢個委員會嘅意見係做一個先導主導啊，定係呢一班所謂正式嘅持份者佢哋嘅利益先係最重要咧？係咪？你呢一個委員會你都要聽佢哋嘅意見㗎嘛，啱唔啱啊？係咪？你都要用2年嘅時間。老實講，嗰個聯盟提出啲建議，我覺得全部都係切實可行。如果你問我用我嘅標準嚟講，咁你就要揾切實可行。我唔知你揾到幾時，你而家都答唔到我。嗱，譬如你俾個年份嚟啊，2017好未啊？15、16，好易答㗎咋？主席請佢答。局長有冇時間表咧？呢個提咗咧就係咧嗰個委員會已經成立咗，2年之內佢可能唔需要2年就可以作出呢個具體嘅建議。然之後呢，一段時間再研究佢哋嘅建議，然之後呢就公開嘅呢個討論，然之後呢就付諸實行，或者呢係分階段實行。呢個呢係要交翻俾委員會去處理。第二部分呢，都提一提呢，就係大聯盟其他啲意見呢，我哋收得到嘅，亦都收到好多其他嘅意見。因為呢30%係呢個全日制，70%係半日制，有其他好多唔同嘅要求。所以咧變咗咧係總攬咧，我哋都要一齊咧一併考慮。但係可以好肯定俾原知咧，我哋真係都好心急同大家咧係希望咧。唔係主席，因為我仲有大約10秒嘅時間啦，即係我希望咧，即係教育局咧就即係真係好具體俾個時間表我哋咯，係咪？秘書長有冇補充？我就覺得咧，我哋要好踏實去睇啦。特別我舉一個例子，就係校舍嘅問題。即係如果而家有700幾間嘅學券幼稚園，900幾間嘅所有嘅幼稚園咧，我哋呢度咧都要一併處理到咧，先至行一個所謂嘅免費教育咧，會係一個比較公平嘅基礎上。咁所以我諗咧，而家斷言講咩時間表咧，係比較係言之尚早。我哋真係要好具體去仔細研究咗嗰個路途係有幾多個障礙，我哋要克服嘅。